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检方侦办金华城的弊案，再起来约谈5个人，其中被告肖秀培，也就是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，是第2届方约谈。日前有名嘴来压料，讲民众党有女性的大咖已经收到传票要方约谈。外界猜测是毋是就是黄珊珊，或者是蔡碧如呢？但是因拢讲无接到传票，若陈智涵是无接电话。民众党讲检方依法传唤，因拢会尽义务配合调查。好，我们就很冤枉。麻烦一下哈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说明的？金华城弊案进入最后阶段，北检伫初2约谈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肖秀培，今仔日早起搁再约谈。不过伊真必修，检方嘛真保密。若念证书，调查局北基站嘛同时约谈其他4个证人。侦查不公开嘛，别人不遵守，我们遵守。检调11号约谈1名民众党员甲市长基耀要查清民众党的金流，有人压了一个病营的查某大咖已经接到传票，是比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律修党部发言人戴瑜文更较大咖。议员北野了，当时的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参与金华城案的关键便当会，不过伊透过办公室讲无接到传票，若单飞机坐条金流解说袂清，其他的人佫包括当时的竞选副总干事陈智涵，佫有7年前受委托来协助朱阿好安排拜会的创党元老蔡碧如。没有收到任何北检来的任何的通知，不需要去回应那个名嘴的谈话了。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导演，他们也不是编剧。不应该来指导这些北检这样办案。周刊有非常多的乌龙爆料，还有不实的指控，其实已经多到我们无法回应了。其中陈智涵的部分，因为是当时的竞选副总干事，可能知影政治现金甲金华城案敢有关系。今麦检验全力侦办瓜问题相关的案件，想要查出金流敢有不法，争取找到关键证据的机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